台湾嘻哈舞团 Maniac Family 登上实境比赛亚洲达人秀，面对来自17国的强劲对手，评审一致给出最高评价。朴宰范赞赏是目前为止最棒的舞团，歌手安谷更将仅有一次的黄金按钮机会献给他们，一举保送进准决赛。穿着中国风的图腾背心，融入刚柔并济的武术文化，在台上卖力跳舞。台湾嘻哈舞团 Maniac Family 登上实境比赛亚洲达人秀，打破舞团多用英文歌的习惯，选用华语歌编排，整齐又有层次的舞步，获得最高评价。朴宰范，你们的动作非常利落和精确，我喜欢你们所有的表现和气势，也喜欢你们的态度。你们是目前为止最棒的舞团，跳舞能力超强的南韩嘻哈歌手朴宰范，被强而有力的舞蹈震撼。来自印尼的评审安谷，更把整季唯一的黄金按钮送给他们，保送准决赛。安谷，我喜欢你们在表演中融入文化元素，还加入了一些武术动作。台湾嘻哈舞团 Maniac Family 后台访问，我们花了大概10小时到这里，所以其实我们很累，而且又很紧张，但每次我们上台前都会聚在一起祷告。Maniac Family 成军13年，获奖无数。去年更参加街舞奥运的世界街舞锦标赛，得到台湾区银奖，代表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总决赛。和各国将近100个队伍一较高下，成为2018年唯一杀进决赛的台湾舞团。这回再度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，令观众更加期待他们能拿下总冠军宝座。